女士們、先生們，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常常被各種承諾所包圍，但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承諾又有多少？今天，我想談談中國共產黨中共對香港的承諾，以及它如何在現實中演變為一場徹頭徹尾的欺騙遊戲。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英聯合聲明鄭重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制度50年不變。這本該是擁護香港自由繁榮的鐵律，卻在短短20多年後被中共的鐵拳砸得粉碎。尤其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不僅背離了當年的誓言，更像是一出掛羊頭肉狗肉的鬧劇。表面上宣稱擁護穩定，骨子裡卻在扼殺意言。而最近的中日民間交流事件，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共承諾的空洞性，口口聲聲越要促進友好，卻在外交風波中粗暴終止演出交流。這一切都在提醒世界，中共的承諾從來就沒有可信度可言。讓我們先從香港說起。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的那一刻，中共領導人信誓旦旦地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將保持50年不變。鄧小平曾明確表示，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遠的戰略。這份承諾被寫入中英聯合聲明，並被視為國際公約。香港人當時滿懷希望，認為他們能繼續享有言論、集會、新聞自由，這些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然而，現實呢？自2020年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急劇萎縮。國安法像一把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每一位敢於發聲的市民頭上。任何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或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都可能招致牢獄之災。拿最近的例子來說，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特大火災，造成128人死亡，76人受傷。這是香港63年來最嚴重的災難。火災起因於工程中使用易燃材料和監管失責，本該引發社會對政府問責的討論。市民迅速發起聯署，成立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提出4大訴求：持續支援災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視工程監管制度，並追究官運責任。這本是正常的公民行動，聯署在短短幾天內就獲得逾萬人簽名。但當局的反應呢？11月29日晚，發起人關正峰被國安處以涉嫌煽動罪名拘捕，住所被搜查，聯署網頁隨即關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公開指責這是反中亂港分子利用災情遂其政治野心，意圖重演2019年反送中亂局。這哪裡是擁護穩定？這分明是害怕真相曝光，害怕民眾的聲音匯聚成浪潮。這不是孤例。從1997年以來，香港異議人士被捕的名單長得令人心寒。媒體大亨黎智英因創辦《蘋果日報》而被控勾結外國勢力，面臨終身監禁。民主派領袖戴耀廷、黃之鋒等在47人案中被判重刑，更因組織初選就被定為串謀顛覆。截至2025年，國安法下已有超過316人被捕，79人定罪或候判。這些拘捕的理由五花八門，紀念六四、批評政府，甚至在海外呼籲制裁，都可能成為罪名。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從全球前列跌至谷底，獨立媒體被迫關門，記者自我審查成常態。中共承諾的50年不變，如今看來不過是空頭支票。制度變了，自由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陸式的監控和鎮壓。這不是背道而馳，而是徹頭徹尾的背叛。掛羊頭肉狗肉的比喻再貼切不過，羊頭是一國兩制的招牌，狗肉卻是一國一制的現實。為什麼越這是掛羊頭肉狗肉？因為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兌現承諾。中英聯合聲明是國際文件，但中共一再聲稱它是歷史文件，無需遵守。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時，數百萬港人上街爭取民主，當局非但不傾忍，反而動用催淚彈和橡皮子彈鎮壓，逮捕逾萬人。國安法的出台，更是直接繞過香港立法會，
由北京強行實施。這哪裏是自治？分明是殖民式的控制。國際社會多次譴責，人權觀察等組織指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系統性破壞。結果呢？逾10萬港人移民海外，香港的活力在流失。中共的邏輯是穩定高於一切，自由是奢侈品。但這穩定是建立在恐懼上的穩定，這承諾是用來騙取信任的工具。如果香港只是個案，或苦船能辯解為特殊情況。但看看最近的中日民間交流事件，你就會明白，中共的承諾從來就沒有底線。長期以來，中共宣稱要促進中日民間友好，推動文化交流，以緩解兩國歷史恩怨和地緣緊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簽署了多項協議，強調通過人民交流增進互信。甚至在2025年，中日高層還多次表態，要共同續寫民間友好新故事。但現實如何？就在11月中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言論後，中日關係驟然緊張。中國外交部抗議升級，甚至傳出取消明年1月中日韓首腦會議。更荒謬的是，這股怒火燒到了民間交流層面。多家日本音樂人在中國的演出突然被取消，原定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行的10多場演唱會，本週內接到通知，全部喊停。理由？官方稱這些活動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音樂人彼得森、克勞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種不確定性正在摧毀產業，苦多外國藝人因害怕臨時取消而拒絕邀約。不僅演唱會，多部日本電影從中國撤檔，澳門的韓中日活動也受波及。這哪裏是友好交流？這分明是粗暴磨禮的宗旨。中方外交官在會晤中以強勢姿態施壓，媒體報道稱，整個過程圖文並茂地指出中國外交官以強勢姿態碾壓民間友好人士的演出，本該是橋樑，卻成了外交炮灰。中共承諾的人民交流為橋樑，瞬間化為烏有。這個事件與香港何其相似。在香港，中共承諾50年不變，卻用國安法扼殺言論；在中日關係中，承諾民間友好，卻因一言不合就粗暴中斷交流。兩者都暴露了中共的本質，承諾只是工具，當它不符合權力需求時，立刻棄如敝履。歷史上有太多先例，文革時期的外交荒誕，如對緬甸使館的圍攻，對台灣的和平統一承諾，卻伴隨軍演威脅。甚至在對美關係中，股嶺情願被宣傳為友好象徵，卻在貿易戰中翻臉磨情。這些不是偶然，而是模式，用甜言蜜語換取利益，一旦觸及核心，就露出發飆的真面目。朋友們，中共的承諾為什麼沒有可信度？因為它不是基於法治或道德，而是基於權力的算計。香港的教訓告訴我們，忽略這些信號，後果將是自由的喪失。中日事件的鬧劇提醒我們，國際社會不能再被空洞的誓言蒙蔽，世界需要警惕掛羊頭肉狗肉的把戲，船會繼續上演。我們應支持香港的民主鬥士，推動國際制裁，並呼籲真正的民間交流，而非受控的宣傳。唯有如此，才能讓承諾回歸本真，讓自由重見天日。最後送給大家共勉，唯有夢想令人寢食不安，只有行動才能解除不安。感謝靈隱，讓我們一起為遇難親友們祈禱。歡迎點讚、訂閱、